所以那个时候，你是在吃醋吗？不跟你说了，我要去看书了。这么用功？好多东西都不懂了，职场新人不能掉链子。天哪，都这个点儿了，我眼睛都快粘在证据链上了，完全没注意。还有多久才完工啊？估计还要一会儿吧。不过啊，今天幸亏有上官老师手把手教我，不然我估计熬个通宵都做不完。手把手？那我可不答应。你在开玩笑，我挂了啊。你到家了吗？我今天估计要到挺晚的，你到家就早点睡吧，不用等我了。很晚是多晚啊？多晚也得休息吧。劳动法第520条明文规定，不得占用别人女朋友恋爱时间。那你肯定是没仔细阅读第521条，医生和律师不在劳动法的保障范围里。你可越来越像我女朋友，都能顺着我胡说八道接下去。越来越像男朋友了，条款都能现编了。哎呀，人年纪大了记性不好。我刚刚编的是多少条来着520。520。好啦，我得去忙了，早点休息吧。去吧，下班了记得给我发消息。上官老师，您不饿吗？我叫了外卖，休息会，吃点东西吧。这么晚了，完全把吃饭这件事情给忘了。哦，谢谢。